英國政府決定2027年咧，將所有唔係 A level、T level 所有不同類型嘅學習模式同埋考試咧，一次過同佢 cancel 佢。呢個咧就係叫做 Free Level 啦。嗱，基本上咧係一個英國政府俾咗一個比較籠統嘅名稱啦，就將 BTEC 取消咗佢。而我哋見到啦，好多 Sixth Form College 咧，其實都有自己嘅課程，有機會呢一樣咧都全部取消嘅喎。咁究竟剩翻嘅係有啲乜嘢？第一樣嘢就係 A Level 啦，第二樣啦就係 T Level 啦，又係另外一種你係想像交功課，不過同時間咧你係有一個會喺工作裏邊實習嘅課程嚟。而家所講嘅 V Level 係咩回事咧？政府係好少公布。而家係 Year 10嘅話咧，好有可能2027年你將會面對一個唔同嘅 Sixth Form。